我叫陈彦生，一名来自中国的企业家。1970年出生于中国南部的一个小镇。我从小就跟父母在田地里干过活，也懂得了努力勤奋的价值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在寻找一个能继续发展、继续进步的地方。于是，我来到了巴塞罗那，成为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的主席，让我能够把工作和爱好结合在一起。这是一个坚强的俱乐部，它懂得如何生存，且始终为了进步而奋斗。这里有我一直坚持的价值理念，这些理念在我第一次来加泰罗尼亚时就被深深吸引。这是一片特殊的土地，一群好客的人民，一个历史丰富的地方，一个现代的世界性民族大舞台。它展现了一种热情，一种团结的力量。这里处处风景秀丽，比如蒙特塞拉特伟大的壮丽。这里的美食享誉世界，有54家65星米其林餐厅。此外，这里还是世界艺术殿堂，诞生了诸如高迪、达利和毕加索等伟大的天才艺术家。我知道来到加泰罗尼亚是正确的选择，我也相信这仅仅是一个开始，这里还有很多精彩有待我去发现。